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夜新闻，我是嘉豪。又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过来今仔日本土病例已经来到5,780例，死亡个案内面呢有一个母仔囝是20多岁的妈妈甲幼婴啊，经过抢救救无起来。新北市邦桥有一个妇人人确诊了后，煞互因厝内面的人给赶出去，所以里长协助卫生局出面才化解这场危机。国宝级台机演员脱线伫张过身，食到90岁，脱线在生进前有交代，技术简单办就好，家属也会举办公祭。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5,780个本土病例，这个12个人死亡，48个重症症。伫湘北地区，有关是上严重的，拢超过1万例。来讲到这死亡案例内面呢，有一对母仔囝，是一个20多岁妈妈，甲一个拄出世的幼婴仔，经过医生抢救，拢救无起来。另外，咱国内疫情当地严重，这抗病毒的口服药啊需求量变真大，甚至民众也希望政府讲会当开放伫咧外国买快筛试剂寄到台湾。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目前正在研究被放任这快筛试剂进口的方法。国内新冠本土疫情持续咧压悬，7日新增加5,780个本土病例，有7个县市的病例数超过9,000例，湘北更加是1万例。其中新北市是新增加16000多例，台北市有1万多例，现在桃园市是7000多例。整体的分布大致上还是跟前几天一样哈。那如果今天跟昨天比，大概增加了25%吧。另外有新增加48例中重症的个案，内底有12例死亡，包括之前新闻有报过的新北市迄位20多岁有新的妇人人，去化掉了后出现喘气有困难的现象。落尾手这对母仔囝是拢过往去。伫12个死亡的个案内底，有3个无注过疫苗。特别注意的是，重症的个案内底有3个是少年的个案，年岁伫20岁至40多岁，拢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带院做采检才确诊。这3位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住院比如说车祸昏迷或车祸外伤，或者是有这个高血压，后来出现脑内出血这些情形。不过入住医院之后就是都有在住院的时候或者是住院的期间有检验出新冠病毒的感染。因为最近国内确诊人数直头增加，加在99%的患者拢是轻症或者是无症状，抗病毒的口服药啊需求持续咧增加。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5月7到领药的人数创下新高，即间开的药啊是超过9,000人的份额。昨天5月9号，一口气这个就开了819人份的这个辉瑞的新药Paxlovid。那另外在莫纳皮拉韦的部分昨天也开立了这个218人份，然后所以这都是在我们这个使用口服药以来算是使用单日人数最高的。现在有民众反映讲，希望会当开放快筛试剂为外国进口，等来家己用。但市长回应讲，因当伫建议疫情当严重的这2个月，会当放任进口个人用的快筛试剂，唔免申报审查等等的流程，不过效果爱家己来负责，而且袂当摕来卖。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北市的邦桥咧，有一个新妇确诊了后，就算因厝内面有房间通好互伊隔离，却去互伊厝内面的人给赶出去。这个妇人人向里长讨救兵，这也代表什么呢？代表讲，咱对这在家照护的概念无清楚。卫生局也讲，除非是无多一人一间房间，卫生单位才会把这确诊者送去集中检疫中心。警车快速出动，驶入去主题巷仔内，远经规身躯风雨衣、风密密。原来接到里长的通报，有里面确诊，引起家庭风波，和周围大的亲人赶出门。他一直喊说：“里长救我，里长救我！”因为我确诊那个快筛阳性，然后 PCR 也是阳性，然后我家人要把我赶出去啊。就因为我们是开扩音的嘛，所以那时候是警察跟那个当事人在讲话。这个查某囡仔哪哭哪敲电话求助，里长是一面甲安慰，一面报警，互双方会当对话。原来伊住伫新北市板桥公寓，厝内除了翁婿还有大伯、大家官甲一个义工。这个查某囡仔初六快筛阳性 PCR 采检确诊了后，里长讲伊厝内长辈烦恼会好为着，虽然有独立的空间，初九开始坚持无要互伊住伫厝的。好甲在警方持续讲好话甲考劝，佮提出相关的法条一个一个说明，才暂时化解这个危机。同住的家人，也就是隔离者，如果家中的条件没有办法来进行隔离的话，可以向卫生局来申请自费入住防疫旅馆，
进行3+4的隔离及自主管理。依照防疫规定，居家照护采一人一间，若做伙大的亲人有疑虑，也会当申请住防疫旅馆。卫生局强调，除非厝内有特殊状况，无法度一人一间，也是70至79岁的长辈，有新的负责人35礼拜以内，65至69岁独居的长辈等，满足相关的条件，才会安排收治集中检疫中心。记者综合报道。负责台北地区这菜市街市的北龙确诊人数已经来到159人了。进前是有规定讲快筛阴性才会当入去市场内，不过所有媒体也讲，有的人已经确诊，却阁伫咧第一果菜批发市场内面做事，若无通报，甚至阁摕别人快筛阴性的证明通过检查。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也呼吁讲，入去的人拢爱老实。北龙也强调，拢有派人去查检，也有甲快筛器材回收，若准真正违规，会依法处理。台北农产外销公司为测试透早起，拍卖员甲中介人员进入市场，拢需要摕快筛阴性证明。当地新规定上路的时阵，未少人伫现场做快筛。北龙规定，入去大卖市场大门进前，将快筛阴性证明予现场人员查验了后，就会当入场。也毋过，这款的防疫效果拍折，已经有民众向北面媒体压了，家己确诊了后，知影带做伙男朋友情人也着病。也毋过，有缘继续伫北龙第一果菜大卖市场工作，也无人通报，也摕其他人快筛阴性证明入场。有抓到不是他的，那这个也是要有相关的证据。重点是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要诚实啊，我们也不可能跑到你家去看着你做嘛，对。如果是快筛阳性而做隐匿，那致使人染疫，那传染病防治法是有一定的处分。不过这也要看他事实了哈，那由地方卫生局来认定。到初九，北龙确诊数来到159人。第一果菜大卖市场49人，第二果菜大卖市场110人。强调快筛做假事件，要爱进一步了解，若属实将向卫生局告发。进场的入口都有查的人员检查是否为阴性，并且回收快筛试剂。我们会依照他的情节，我们予以告发以外，情节严重的话，我们会予以停止交易。快筛真假安怎查？北龙也无法度提出具体办法，因为快筛器材用过就单调，并未制作所谓流水号码提供查验。送人买、送人使用过，根本就无法度追踪。专家建议，若疫情严重，也只会当改做现场快筛，阴性才会当入场。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着上届新的消息，当日巴西举行的听众奥运，咱台湾的代表团有13个教练甲选手检出 PCR 阳性。体育署表示，目前正在协助处理。桌球嘛，桌球、篮球这样子，主要是这样。然后目前得知是13个人，对不对？对，这是我们有媒体所说的嘛。我们这另外会统一会对外来再说。体育署回应讲，这倒球选手含教练 PCR 检有4个人出现阳性，那球队有9个人确诊，目前有13人染病。一若电竞甲羽毛球也拢有一个选手快筛阳性，这比赛敢会受到影响呢？体育署表示，落尾会搁再对外做说明。讲到最近国内疫情当咧滚价，民众上界烦恼的就是这防疫的保险单敢会理赔呢？金管会伫进前有招这保险业者做伙来开会，拍算要用数位健康证明来代替诊断书。产险工会表示讲，愿意接受这数位证明，不过也是会保留查核的权利。急诊外口的体检站排队是排到落长。这个人有的是要来做 PCR， 有的是要来申请诊断书。为着小偷要申请诊断书，便以急诊人客甲袂过情形。政府规划以新冠病毒数位健康证明来取代医生开的证明，想袂到煞引起保险业者的质疑。乱调整、乱滚动，搞得百姓莫名其妙。要那个前后一致，不要改来改去。面对防疫保单的乱象，下晡金管会主委黄天木嘛亲身出面，请保险业伫咧采用数位健康证明等兼顾各方需求的方式之下，协助投保的人处理理赔申请。在寻求共识的过程中，难免基于各自的立场而有不同的主张，请保险业以建立长期信赖关系为出发点，在采用数位健康证明等兼顾各方需求的方式下，协助保护处理理赔申请。目前大部分的防疫保单拢有规定讲，确诊甲隔离拢爱附隔离通知书。不过，这届产险业者甲金管会伫讨论的时阵，
意见未下的关键，导致咧保险业者认为讲，所谓健康证明的内容，无法度有完整必要的资讯，亲像顶悬无身份证号码、该诊断的医师的资讯、医生开什么款的药啊，互伊等等，嘛会烦恼有伪造或者是登记不实的问题。经过我们跟这个卫福部沟通之后，他已经同意把这个身份证字号的栏位加上去。那这一张主要是在证明这个确诊新冠肺炎做这样的使用。它的内容其实跟医师诊断证明的内容其实是大部分是一致的啦。根据金管会统计，目前国内拢总有12间产险业者伫卖防疫保单。保险局强调讲，所谓证明是真是假，会当为纸本顶悬的 QR code 来做查验，而且拢会有医师的诊断才会当做 PCR。保险公司唔免伤过烦恼。针对这点，产险工会发声明表示，愿意接受所谓证明。不过个别保险的理赔案件，理赔的审理要是按照目前的法令、个别契约甲保单的条款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指挥官陈时中今早起有去到病院的急诊视察，看分流情形，甲看这囡仔就医的历史通道。陈时中表示，目前流行的是 Omicron， 感染了后大部分拢是轻症，颠倒是其他一般的急诊需求量是真悬，分流也变甲真重要。不过民众是希望讲这采检站就要增加。陈时中强调，地方政府无法度做的，中央会来到协助。需要采检才来这里啦，因为他们小朋友几乎都现在。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初10早起前往台北病院视察急诊分流情形，佮讲小朋友若做有急诊需求，会当行儿童列车通道，优先体检看病摕药啊。可能的病人在外面等，那然后小儿科的在门口直接可以进来，那正常急诊病人直接进去。那我刚才到里面急诊室来看，那急诊室里面也可以照顾比较多的病人，井然有序。因为这届疫情大部分拢是轻症，和一般的急诊医疗需求相对有较悬，所以急诊分流显得更加重要。花莲县卫生局为初10开始，和社区的抗原快筛站退场，以每一间病院伫急诊室外成立 PCR 检验站来代替。在北区、中区、南区。每家医院都有做这个快筛 PCR 的筛检站。那另外在门诺医院跟慈济医院都已经成立了所谓防疫门诊，也就是说，如果你拿了家用快筛阳性，的试剂过去之后，可以直接看防疫门诊。伫家己快筛了后，认定是阳性，就会当前往采检站。不过也是有民众希望中央爱加开社区的采检站，解决急诊采检排队的问题。事实上，在快筛检站基本上设置是在地方，中央提供设置的办法。那还有一些相关经费的一个补助，那地方如果有需要，那就会赶快来设，那经费我们会来付。陈时中指出，会鼓励地方政府开设采检站，若做地方量能不足，再由中央协助。不过，这种的不是解决问题上好的方式，也是希望会当分站负责。记者综合报道。国宝级的这台机演员脱线伫昨过身，食到90岁，真侪观众是真唔甘。家属表示讲，脱线在生进前有交代，讲这新后事是简单办就好，所以家属决定讲无要举办公祭。伫母亲节进前，国宝级的台语艺人脱线，还佫含因囝伫个网络顶悬真拼命咧卖产品。脱线伊讲话还佫真有气力，还佫唱一条歌来做促销。不是个初9的暗时传出讲伊不幸过身去的消息，网络的迷众拢来甲留话。伊伫个人生舞台来一鞠躬下台，还佫交代讲伊的子孙都爱留伫个台东。他们说他从最早的台语片、黑白电影、唱片、农地秀、餐厅秀，做到现在网络直播，大家还对他很关心、很支持。脱线本名陈炳南，伊食到90岁。早期伊演出真侪台语的喜剧电影，还有电视剧。伊的喜感造型，还有心色开的演技，受到观众的欢迎。伫个30年前，伊迈出演艺界去台东来开养鸡场，伊创立特殊的品牌，真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不管是演员的身份，也是幕场的主人，脱线总是互大家真快乐。即摆伊行开卡去，互大家对伊真笑脸。不错啊，他人很开朗啊，时常会帮助别人，是一个真的很好的老人家。脱线老年的时阵，因为常常破病走去病院，伫在生时阵就特别交代家属，讲伊后事一切拢简单料理，无要发提声，嘛无要公祭，火化了后，佮家待伫个伊上介介意的台东。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台铁铁路局自强号败马意外造成49个人死亡，去年8月有公布事实资料报告了后，经过半年多，今日搁再公布最后的调查报告，点出5大事故原因，甲16项的改善建议。不过，罹难者团体却是无伫咧信道，认为这报告只有改善建议，根本看袂到真正的改善方案。一起来默哀1分钟。默哀1分钟，公布太鲁国号上尾的调查报告进程，先对罹难者表达哀悼之意。运安会经过1年外的调查，总算导出2021年4月7日代替408车次太鲁国号并车事故的原因，搁特别做5分外钟的事故动态模拟影像。大货车沿施工变道滑动，并坠落边坡。运安会点出5大原因，拢讲施工厂商重新营造工地主任，伫无通知代替的情况下，伫去年清明连假期间违规进入工地，小连线的疏失，才致使大货车为工地山坪出落去。佮加上代替局交通部督导无够，也点出政府工程标案需要严格监督，尤其照牌投标定定听得到。即届这个事故也是因为承包商无履约的能力，为了赶工，唔才会造成这个意外事故。这一位厂商是没有办法具有履约能力，所以他跟东兴营造借牌。他借牌投标，包括台铁、包括专管，还有监造，都没有在任何记录里面发现这样子一个身份重叠违法的事情。安全 CT 是所处最重要的要务嘛。铁道局在胡正正督导之下，已经全面共析有去做盘查，而是在铁路两侧，如果有可能，譬如说边坡不稳定，路树容易这个受到天候影响、倒塌器影响到这个电车轨道或者电线的运作的，都一并有去做盘点，要去做处理。运安会针对代替局、交通部、铁道局、营建署工程会列出16项建议，不过罹难者团体并无认同，批评运安会甲书面建议看不到实际的改善方案。那不就是跟普悠玛当时100多条的改善建议是一样的吗？每一次都是调查报告，然后呢，改善建议。坦白讲，我看到这4个字，我真的心都凉了。另外，运安会也针对火车风险发现徛票的罹难率是坐票7倍，尤其是徛票徛伫车厢中的通路、上落车的所在，死亡率较悬，呼吁代替重新考虑徛票卖票政策。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拖10多年，关系到台北东区用电的双湖超高压变电所建案，经济部处长陈文新表示，已经得到台北市长郭文德的正面回应，接下来会继续来做行政程序，希望在年底进前会当摕到建照。郭文德表示，电力供应是专业问题，应该做的就去做。画面这片树林区位伫台北堤顶大道、环岛大道、甲嘉南河爆发之间的三角地，是关系内湖甲南港未来用电的双湖超高压变电所有电地10多年来，因为居民反对一直受到阻碍。经济部处长陈文生表示，已经拜会台北市长郭文德，得到正面的回应。我们接下来就要走行政程序。我也想说，市长其实我们会把前面的工作做好，我们的期待就是希望能够在今年拿到建造。经济部希望会当伫郭文德年底下旬进前处理建造，佮为了争取居民支持，107年台电也将变电所设计改造全地下化。地上站规划多目标公共设施，像停车场、幼儿托育甲长者之间照顾，也有顶楼景观咖啡厅。也不过在地议员讲，变电所甲民家处上近距离大约90公尺，附近民众也是有意见。如果那时候之前是并合着这个行善的国宅兴建之前就建制的话，也许今天就比较不会有这些纷扰。应该赶快坐下来，寻求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折中方案，而不要再延宕下去了。台北市长郭文德也证实，确实甲陈文生讲，应该按依照专业去做，若无未来对台北市发展会造成影响。台电本来是一个相当专业的机构，那你专业机构，你就发挥你专业的本能，那本色特色就好嘛，专业就专业嘛，只要你是专业的科学的，我们都会支持嘛，那你就讲清楚就好了。郭文德强调，爱做的代志就爱去做，后续要安怎降低反对声音，就看台电甲台北市政府安怎甲附近居民沟通。记者综合报道。
所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菲律宾初九当日进行总统大选，总票数可能要到月底才会出来。不过，根据民间的统计，这个争独裁者马可仕的后生小马可仕，伊支持度呢，唔那是上悬，甚至是赢这第2名，赢超过1500万票。不过，这反对派民众认为讲，这选举问题直接去选委会抗议。几多百个民众围伫选委会门口大声抗议，警方以电步队形阻止民众走入去。以少年学生囡仔较侪的抗议民众，除了不愿依告独裁者马可仕以伊后生入主马拉坎南宫，也认为伊靠遮尔啊侪钱，将按媒体甲社群网站的言论，互规个选举有真侪问题。现年64岁少年马可仕是前独裁者马可仕的孤囝，自细汉定定对伊的父母伫媒体头前出现。1986年，老马可仕伫人民力量革命城中退位，迄个时阵较无30岁少年马可仕对伊的爸爸流亡夏威夷。5年后重回菲律宾，佮当选国会议员，延续家族的政治行为。老马可仕虽然是伫抗议城中落台，不过也是有袂少民众，特别是伊故乡的乡亲，也是怀念老马可仕做主的时代，这届大选支持少年马可仕的，都袂少这种的选民。I know that now that Bongbong Marcos will be our president, we believe that our nation will be great again. 少年马可仕伫选前确定了后，也伫竞选总部出现，感谢所有支持者。Any endeavor as large as this does not involve one person. It involves very, very many people working in very, very many different ways. And to all of them, I thank you. 初10选后头一个上班日，菲律宾股市有小可落，不过披索兑换美金的汇率煞小可升悬。路透社报道指出，少年马可仕未来伫政策大概上依照杜特地的路线，以增强经济成长为主，包括投入大型基础建设，佮甲中国保持密切的关系。美国的分析家认为，伫围堵中国的大战略情况下，华府当局也是会由少年马可仕，所以准讲小可伫批评民主，原来会甲菲律宾保持友好关系。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南韩总统尹锡悦今仔日的就职典礼，官方无邀请台湾的代表出席。有学者认为讲，是中国派出国家副主席这款的大头到现场，就无可能邀请台湾。不过尹锡悦强调韩美同盟，学者认为未来伫美国带头之下，和台湾应该有更较侪交流机会。南韩新任总统尹锡悦初10举行就职典礼，除了有咱国驻韩代表等173个外国赛者参加，新加坡总理哈里玛、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翁仔某任德良、日本外相林芳正等正要参加。台湾原本照例由立法院组团参与，不过因为疫情取消规划，官方代表并不正式受邀请。那韩方表示，这一次呢，他们原力未能够邀请。我方的这个官方的代表来出席就职的大典，所以我方呢，我们会用这个适当的方式来向韩国来致上我方的这个祝贺。这届台湾无受邀请，学者分析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中国派真受习近平重视的王岐山出席。这是疫情以来中国国家级领导人头一届行出国门，显示中国对新政府的重视。目前北韩的威胁升悬，需要中国协助的南韩，不可能在这个时阵惹麻烦。对于韩国来讲，它的重心还是放在于北韩问题跟韩半岛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它并不希望在过去过度节外生枝，说介入没必要的地方冲突。学者分析，南韩自从甲咱国断交了后，两岸政策基本上拢无变动，未特别提起台湾议题。不过即马尹锡悦强调韩美同盟，更加持续扭紧美日关系。学者预测，说来会更加挖紧美国的印太战略。这个时阵，甲台湾合作的可能性变低。他也会积极的响应美国的印太战略，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许我们经过美国的这个撮合，我们有一些可能是关于中共跟北韩的这个军事动态或者军事情报的那个交换或者交流。里面认为，美国总统拜登要去南韩访问，一定会对台海议题有所表示。虽然外交关系突破的机会无大，不过台湾甲南韩民间的文化甲经济交流一直拢伫哩。疫情前观光的热度也不加悬，未来可能会更加强。记者综合报道。考虑到罗西亚拍乌克兰的战争会变作是长期的战争，
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法国总统马克宏初到伫咧欧洲议会演说的时阵，也提出着欧洲共同政治体，讲会当保护着欧盟边的国家，也或者罗西亚永远无法度占领乌克兰。在参与的成员大家抱声当中，法国总统马克宏行去台顶演讲。马克宏初到去法国史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而且针对乌克兰的情势，提议会当推动一个新的欧洲政治共同体。Cette organisation européenne nouvelle permettrait aux nations européennes démocratiques, adhérant à notre socle de valeurs, de trouver un nouvel espace de coopération politique, de sécurité.de coopération en matière énergétique, de transport, d'investissement, d'infrastructures, de circulation des personnes et en particulier de nos jeunesses. 马克宏表示，欧洲的目标是希望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会当赶紧结束，嘛真全力，互罗西亚永远无可能来占领乌克兰。因为乌克兰透过伊的拍拼，也佮有甲罗西亚对抗的勇气，已经是欧洲联盟核心的成员。不过乌克兰要正式加入欧盟，需要27个所有会员国的审核甲同意。因为过程牵连到政治、司法、甲经济体系，也有环境、食品安全等等各种领域，拢爱符合欧盟的法规。这可能都要几啊年的时间，甚至是几啊10年。另外，经过疫情甲战争，也有财务危机的观察，拢显示欧盟有的部分是真难。所以，伊提议建立新的政治共同体，互伫欧盟以外，毋过地点是伫欧洲的国家，亲像是英国甲乌克兰等等的国家，拢会当纳入去新的共同体内底，受到保护。嘛，希望6月份的欧洲理事会都会当推动这项体制改革。针对这点，德国总理小组对这个理念是真有兴趣。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伫初5有更新美台关系简介，这内容有甲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有无支持台湾独立这寡字句提掉，新增加6项保证甲一中政策。咱的外交部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无改变。学者也认为讲，这新版本的内容更较符合拜登对台湾的讲法，而且对中国也袂发人气。点开美国国务院官网台美关系的简介，伫初5大更新，除了介绍台湾作为民主带头羊，加科技重镇，是美国伫印太区域的重要合作盘。差别就是将进前的版本，开头的美国认知的中国立场是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加美国无支持台湾独立等字句删除。增加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3联合公布加6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他们强调美国的相关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也看到，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重新恪守台湾关系法，还有6项保证对台承诺是坚若磐石。AIT 也以声明表示，美国的一中政策一直以台湾关系法、美中3个联合公布加6项保证为指引，支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对台政策不变。前外交部长陈建仁认为，虽然字句有调整，也毋过无脱离一中政策，也无达到中国红线。学者也认为，这个调整只是更加符合拜登政府对台讲法。这个动作事实上跟美国的战略政策是这个一致的。过去美国在定义台海政策的时候，不会把6大保证放在里面。那这个方法其实也不是从拜登开始放的，而是在川普执政时期。那拜登上台之后，这方面是萧规曹随。李台中分析，这个月会当讲是美国的印太月，加上拜登将要访问日韩，也个四方会谈，明显拢会讲到台湾议题。这个时阵，就国务院的官网文字调整为拜登就任以来对台的官方讲法，也是呈现一种态度，要强化甲台湾的合作化关系。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航空母舰辽宁号月初就对东海进入到西太平洋路南进行军事演练，离台湾上界近的时阵只有300公里尔。国防部强调一切拢有伫咧监控。另外，咱的国军对今日开始伫东南部海峡进行4天的飞弹射击，不过中国军机早起就飞来到这个所在，可能是要收集情报。
中国航母辽宁号的动向最近引起大致关注。为测为东海进入西太平洋了后，一路南朝的演出现伫台湾东部外海，离台湾300公里，离日本石垣岛上近也有160公里。辽宁号伴随驱逐舰北极南，展开南载战机、直升机起降训练，加上强机最近定制伫南澳东南空域挖界进回，无排除甲辽宁号进行海空联合操演。我们对于中共的各种可能的行动，都以料敌从宽的一个原则进行评估，也列入敌可能行动拖延好。台海局势相关，国防部强调运用联合情感警掌握中共基南动态。辽宁号的军事行动防放大检视，军事专家分析，俄罗斯伫5号冲突失败，福用军官数加上国际强化挺台力度，辽宁号这摆大动作操演，也有威胁日本经过国际政治意思。他们觉得这是他们家事，你外国你不配管，他无法远航，他只能在这附近打转转。你太远，如果说超出你的携带的油量啊，那你就没办法去。防看作广大主力的东部战区顶地，则伫台湾以东甲西南空域进行实兵操演。都结束，中共阁宣布，初十开始伫南海有军演，有专家认为，中国发展美国意识真高。国军继续强化去高标作战，中共于初十连续3天伫东南部海峡进行火炮试射，也派出无人机、精索飞弹数据，指挥作业车也伫华美监控。拄好强机透早也派出战机进入咱国东南空域，精索意识真高。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为台湾东南空域高度7000公尺的中共军机追已进入ADIZ，向我飞航安全继续回到所里。这摆飞弹射击射程超过200公里，范围向外延伸超过6岛甲南苏，研判是验证向西还是向敌正天型飞弹。另外一只中国军舰透早5点出现南苏东北风60里往南航行，研判进入巴士海峡。记者综合报道。2017年去互中国用电互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的李明德，今年4月期满回来到台湾，隔离结束了后，今仔日合约牵手伫立法院召开记者会，感谢过去这5冬来国内外对因的关心甲帮助。记者会一开始就先感谢各界伫这5冬来的帮赞。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2017年互中国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冬，今年刑期结束回来台湾，隔离结束了后，甲伊的牵手李静茹召开记者会，伊讲真感谢李静茹世界走找国内外的救援，才会使互伊安全回来台湾。隔离的这段日子里，重新用不同的角度认识这过去5年的日子是如何被妻子营救。被国人关心，后来也就配合中国政府的审讯，依照他们的要求，完成颠覆政府的笔录与供词。这些的证词都是无意义的，因为那场审判本身就是非法的。我被绑架后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只是为了回家。李静茹表示，伊过去唔敢受过会使有这工，伊特别感谢民进党的前主席施明德。伊表示，这段期间是施明德的指导，伊才会当伫坚守李明德甲台湾尊严的状况之下，无路能展开公开救援行动。他告诉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2条路：全面妥协，然后卑微的、私下的与中国交换条件；第二个是坚持原则，用有尊严的方法公开与中国抗争。救援行动越公开，受难者越安全，因为压迫者只敢私下凌虐。李明哲讲，伫坐监的时，因为加警员的态度转变，往间谍罪方向来问案等等作为，互伊感受到外界当咧对伊展开救援行动。即马总算转来家乡台湾，未来敢若想要回归正常的生活。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即马真侪所在拢伫咧排队要买这徛遐这快台汽车。台南市为着要鼓励老大人去注册武汉肺炎预防针，宣布65岁以上老大人来注疫苗，就会当免费摕到2份的快台汽车。本地卫生局是无啥人去注，不过即马煞变做爱排队咯。林德卫生所头前，佮出现民众排队等要注射疫苗，若是65岁以上的注射，佮有物件通摕。有3500块的礼券，吼，康市政府佮加码，吼，佮赠送恁2个迄种快筛试剂，吼。
来注射，阁有免费快筛试剂通领。台南市府宣布这个措施，有人是专工来注射疫苗，因为因无想要去药局排队买什么侪快筛。当然要送，当然是好啊，他们去排个。我来了欢喜咯，免搁去排，来输也免搁去排，欢喜啦。卫生所表示，进前一天差不多10个，上侪20个人预约来注射，即马因可能爱准备搁较侪快筛试剂，毋过嘛是有人是找到活动进前注射，想要来领快筛，煞加走一抓。我4月13号。哇，安尼袂当，因为伊主要是针对讲吼，早上开始注疫苗的啦。今天才开始领取，但是我们会追溯到5月9号。如果年次在46年次，还年满65岁的话，如果在外面的诊所或者是在我们卫生所有施打那个新冠肺炎，不管是第1剂、第2剂还是第3剂，只要在3天内都可以来卫生所领取2份市政府提供的免费快筛。真侪人讲，台南市府这部必送卫生纸甲礼券有效，会当吸引老大人赶紧来注射疫苗，保护家己。记者邓亚文赖为做台南报道。国内疫情当咧严重，这汉药的药方清冠1号是卖甲欠货，也有中医师表示讲，其他药方也是有预防的效果。市面上已经出现其他的防疫茶哦，呼吁民众爱甲这清冠1号留予真正需要的较真正。请咖啡色的清冠1号药粉倒入温水拿来。轻症较真正即马拢会当透过视线由中医开药治疗。本土疫情严重，地区清冠1号大欠货，除了治疗用药，也有未少中药甲茶饮会当伫防疫甲抵抗病毒达到辅助效果。一般我们的心、肺跟肠呢，都有很高这个病毒的接受体，那时候很容易被感染进去。那我们的这个本草丸就可以阻断掉它，让这个病毒呢，它的棘蛋白没办法贴附到我们细胞的这个接受体上面。透过临床实验，花莲组织发现净书本茶饮会当对器官起保护作用，预防发炎。台湾未少中医师甲团队这2年拢投入防疫研究，高雄医学大学透过研究证实，传统中药的金银花加车菊对于新冠病毒、天高地加等下病毒也有一定的功效。金银花还有后来再加上黄芪，都可以透过诱发体内的微小胺类，当作增强抵抗力，然后达到抑制病毒的入侵，甚至它的复制。金银花会当直接用水煮，还是做成茶包冲泡？也毋过因为较冷，可能会造成老。研究团队建议民众上好由医师问诊，破断敢是会当啉。中医师表示，金银花甲清冠1号中的板蓝根是同一种食物的花甲根部，所以会当达到同款的效果。虽然它的抗病毒的含量比较高，可是它的产量比较少，所以那时候没有把它当做第一的条件。当然，如果现在板蓝根因为拿不到，那你用金银花，当然效果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因为清冠1号会当透过问诊，由医师开自费药品，疫情一直升悬，都有不少民众拢打电话也是就问来问。医师表示，市面上有真侪防疫茶，拢有增强抵抗力的功效。伫即马清冠1号大欠货，呼吁民众将药仔留予较真正治疗使用。记者综合报道。雪霸国家公园的关雾地区，这大陆林道东线咧，是去大霸尖山主要的爬山步道。雪管处宣布，对5月20开始开放一般脚踏车会当骑入去，先试办1年。有民众表示讲，大部分的路道拢是人甲脚踏车会当做伙使用的，应该爱总量管制，避免冲突，也通好减少对环境的干扰。研究团队骑会当爬山的铁马，骑入去关雾地区大陆林道东线，即届要用无共方式行这条登山步道。闪过大型工程车，一行人向前骑，虽然路有2-3公尺宽，路线真弯，搁真侪碎石啊，袂少所在搁有崩山。刚才这边都还有听到落石下来的声音。所以，即便最近没有下大雨，这边还是哇，这边就崩了。这条大陆林道东线是爬大霸尖山山下最后的步道，单一抓长度19公里，除非经过核准的车，山友敢来当行路进出。雪管处一定伫这个月20开始进行1年试办开放铁马进入，也有研究团队甲专业的教练实际行一转，随时进行变动的调整。雪管处表示，希望林道的价值会当更加多元。不要影响到山友
甚至于当地很多原住民的部落的人也会在那边进进出出，可能也是要互相尊重。因为它毕竟还是一条林道，常常崩塌。其实它路面有的段落是有比较破碎大石头，所以呢，千万不要好像去爬个郊山的心态来这边。刷管处提醒，部分路段也是人车共路，都要提醒车友放慢速度，也当小可出声提醒，避免人甲车相撞。资深的导游我也真赞同，不过烦恼的是骑车人伤济，造成人车冲突，也是伤过头影响环境。脚踏车的便利就是会让更多人更方便进入嘛，那相对的所带来的垃圾量跟厨余的量也会增加。资深的导游建议爱用重量管制，刷管处提醒，若是要骑入来，应该爱用爬山专用的铁马，食的也甲保暖的工具拢爱传。另外考虑家己的体力，减少意外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大湖乡的金针花当咧开，真侪游客来遮赏花，所以造成一寡问题，亲像是乱停车、乱等本数。更较含的是为着要翕相，所以把这花丛规个打过去。乡公所伫昨红园进行征收，今仔日有对外开放啊。不过这车是袂当入去，民众就要用行的。规片看起拢是大开的金针花，就算伫咧花叶困日，也是声袂少游客来遮赏花。伫咧苗栗大湖社寮角爆花遮的金针花。食到最近真受欢迎的景点，不过侪侪人阵造成交通的问题，甲环境受到破坏现象，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大湖乡公所伫咧初九宣布封起来做征收。游客他没有公德心，他为了要取景、要拍照，直接跑到花丛里面，把一些很脆弱的金针花糟蹋得一塌糊涂。爆花边的入口已经有扎起来，禁止车驶入去。乡公所派人去清理现场遐粪扫，内底还佫真明显会当看到几个所在拢去用破坏，因为暂时封起来，互游客感觉真无奈。不过当地农民希望讲，公所会当甲相关的配套做好势，解决违规停车，还佫有人阵伤济造成的乱象。可惜啦，那可能大老远来看的人都要走比较远。你要有一个停车的位置，车子没地方停啊，整个马路就乱象。原本车是会当直接驶入去，不过煞造成交通的问题。大湖乡长表示，接下会新增加停车场、甲交通疏导的措施，设临时的变数等等的方式，来解决人阵带来的问题。今天就确定不封园了把它开放。然后呢，我们会做很多停车的指示标志呢，按照规矩来走。礼拜六、礼拜天，请分局派警员，在当地能够执行交通这方面的工作。经过一天大封起来做整理，大湖大开的金针花海，伫初十重新搁开放。乡公所嘛希望刷落来花期，游客若来遮会当共同来爱惜甲维护。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嘉义环路有一间餐厅，28年假的时阵，因为无设立，甲这发票金额是唔对，开一张900万的发票出去。店客想大了后，才发现赶紧伫咧网络顶头找人客，经过2个多月时间，即马总算找到啊。店家咧无闲款了，准备开店。这间伫嘉义县环路乡的乌肉店，28假期的时阵无设立，开一张900万的发票出去。经过2个多月，人客发现了后，连夜通知店家，佮用挂号寄倒转来。人伊嘛甲伊讲，人伊甲伊通知讲，阮就开了毋对，无阮甲讲有啊。啊，伊讲怎啊随甲你寄转来？对啊，人过2天就寄转来阮啊。哦，安尼啊。针对店家发票金额开唔对问题，国税局表示，如果发票摕袂转来，店家只要主动向国税局申请报备，伫登记申报营业税的时阵写正确金额就会使。迄张发票要兑奖嘛，袂受到影响。消费者仍然是可以兑奖的，如果他兑奖的有中奖的话，他没有影响到他那个发票囤发票的那个中奖奖金的领取的权益。因为无张填申唔到金额，才开出900万的发票。虽然后来无造成损失，不过店家也是表示，对方是好人，才感谢伊，佮专工甲发票寄倒转来。国税局嘛强调，店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国税局拢会当来提供协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文化部一直有伫咧栽培这个人间国宝的接班人，互艺术牵刀底下传承功夫。伫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要互艺生演出的机会。这表演内容有歌戏、布袋戏、北管、说唱艺术，也有原住民的口片笛。
精彩表演不看不彩。我大蜜土高片。文化部看中传统艺术珍贵，甲艺术列作市政监国宝了后，也培训徒弟来做接班人。这寡艺生结业了后，团艺中心提供艺生演出磨练机会。表演团队有歌戏、布袋戏、八关音乐、晚周民谣、说唱技术、关注民的口片等等等。到目前为止，已经演出6年了。31名结业艺生来拼场，演出超过2200场，20万人次的观众来遮欣赏，而且透过主持人的小介，让游客变作是内行人。那以宜兰传艺园区为据点，建立一个展演的平台。那透过以演代训，让已经结业的这些接班人能够去精进他们的这个表演艺能。那对一般游客来说呢，有机会可以进到剧场来去欣赏传承自国宝艺师的这些精彩的传统表演艺术。好，那我们会透过主持人的一个导联介绍，让他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这些传统表演艺术的内涵。艺生除了修行在个人继续伫咧表演艺术顶根以外，也有人登去家己故乡拍拼推广艺术，甚至有人入去校园做文化传承。结业了，嘛登去中华拍拼，嘛伫今年得到咱中华县的杰出演艺团队安尼。阮着师傅、陈秀老师学习做主演以外，即马嘛伫咧好好咧传教咱的传统布袋戏。来到宜兰传统艺术中心，唔那风景水，伫表演场所也有文化部所认证的表演团队，通好欣赏到台湾的传统艺术，一撮旅程心情放轻松，感受到满满的台湾味。传艺中心接班人，好市文化来传囡仔哩。记者郑家豪宜兰报道。美国新闻界上届大的奖就是普利兹奖，公布今年的得奖名单。华盛顿邮报因为报道前总统 Trump 的支持者包围美国国会山庄报道，得到公共服务奖。另外，纽约时报调查五角大楼的秘密档案，挑战美国伫咧中东战争的正当性，也得到国际报道奖。今年的特别奖是颁发予报道战争新闻的乌克兰记者。2022年普利兹奖初九公布得奖的名单，评委会表示讲，华盛顿邮报以互人信服，也佫有信道的这个述事话令来报道讲，去年1月初6，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支持者因攻击国会大楼的事件，来摕到公共服务类的奖项。纽约时报是今年上届大的赢主，以报道美国各地警察乱砸车辆致死案，还佫来得到国内的报道奖，含特约评论家因的艺术文化整作者的文章来摕到评论类的奖项，还佫有得到国际特别报道奖3大奖项。And the prize goes to the staff of the New York Times for courageous and relentless reporting that exposed the vast civilian toll of U.S.-led airstrikes, challenging official accounts of American military engagements in Iraq, Syria, and Afghanistan. 普利兹奖红讲是新闻界的奥斯卡，这是美国新闻界上悬的荣誉。这是照报业的出名大粒女普利兹伊的遗愿来办理的，从1917年开始来颁发。今年的特写摄影奖是颁予一阵路透社的记者，因来翕这个印度的新冠疫情的相片。也那特发新闻奖是予迈阿密的先锋报。And the prize goes to the staff of the Miami Herald for its urgent yet sweeping coverage of the collapse of the Champlain Towers South condominium complex, merging clear and compassionate writing with comprehensive news and accountability reporting. 另外，普利兹的委员会也佫特别来表扬乌克兰的记者，因伫俄乌战争的时阵，共款刷咧来报道，展现出因对战争的勇气、严毅，也佫对真实报道的隐士，所以来得到特别奖。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宜兰到新竹对23度到26度，苗栗到云林对23度到27度，
嘉义到屏东对23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3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7度。也有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